我發多個短信同埋呢一個打多個電話咧，係叫多啲人去呢一個參加燭光悼念集會嘅長毛同埋社民連咧喺度多今年。大家好，我係公民黨嘅胡文正。今日係6月4號，89年天安門浴血19週年紀念。今年嘅中國係冇新聞自由嘅。今年嘅4川大地震過後，我哋見到中國媒體係稍為開放，我哋希望佢係更加開放。我哋公民黨矢志為下一代爭取民主前途。多謝晒。今日係6月4號，大家係咪全部都去緊維園？係咪全部都去緊維園？今日6月4號，89年天安門浴血19週年紀念。當年嘅中國係冇新聞自由嘅。今年嘅4川大地震之後，我哋睇到中國嘅媒體係比較開放，仍然不夠開放。我哋公民黨矢志為爭取民主前途，為下一代而努力。就係香港人嘅支持同守新聞理念，我哋知道有少少嘅我哋嘅朋友會度，我係劉偉軒，多謝各位市民。各位市民你哋好，我係廉政立法會劉偉軒。今日係6.4大屠殺19週年，我歡迎大家今晚8點鐘開張維園參加支聯會嘅燭光晚會。各位街坊、各位朋友，我係李卓人，職工盟李卓人，請大家捐款支持職工盟立法會選舉經費嘅籌募，買翻張獎券。我哋會一如既往為勞工、為公義、為民主打拼，將打工仔女嘅聲音帶入議會，抗衡呢個傾斜財團嘅政府。請大家買翻張獎券支持，多謝你，我係李卓人，多謝你。我哋會一如既往為勞工、為公義、為民主打拼，將打工仔女嘅聲音帶入議會，抗衡呢個傾斜財團嘅政府。請大家買翻張獎券支持，多謝你。19年，我哋每年都喺維園以燭光共振當年為我哋犧牲嘅年輕生命。香港係中國大地上唯一一個可以公開悼念6四嘅地方。我哋珍惜呢一種自由，因此我哋更加對中國嘅未來有責任。悠19年，我哋每年都一齊相聚。點解4川會有人禍？天災不可怕，可怕嘅係人禍。點解會有咁多豆腐渣工程？點解會有咁多承建商可以亂嚟？呢個係民間電台嘅捐款站，呢個係民間電台嘅捐款站，請大家支持民間電台工作，支持我哋捐費。大地震嘅災民，呢個係民間電台嘅捐款站，呢個係民間電台嘅捐款站，請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嚟支持民間電台。呢個係民間電台嘅捐款站，請大家支持民間電台工作，支持我哋捐費。呢個係民間電台捐款站，請你有錢出錢，有力出嚟支持民間電台。希望大家民間電台捐款站。呢個係為我哋4川大地震嘅災民繼續捐助，1分1毫，1點1滴，表示我哋血濃於水嘅情懷。盼望大家能夠停一停步。今晚6四嘅燭光悼念集會，出
除咗悼念六四，亦都有開導四川大地震，所以我哋係將大家捐出嘅錢係全數交俾香港紅十字會，為四川大地震嘅災民繼續努力。希望大家慷慨解囊，捐出更多。今晚除咗悼念